来更大的消息，来看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陈立祥日前利用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讲，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是国民党为中国砸过来的，无属于台湾。结果是引发到各界的议论。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再去到故宫参访，讲这个故宫的国宝是属于中华民国，伊嘛来呼吁到民进党的政府，莫卡袂着，都甲中华的文化、甲中华民国来做切割。即卖含3百种的美国猪是新闻的焦点。朱立伦嘛真巧妙来回应讲，故宫这粒肉形石是上界健康，无3百种的猪肉。这块肉保证是最健康、没有瘦肉精的猪肉。对肉形石详细地看，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参访故宫博物院，讲话真有政治味。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立祥讲，故宫国宝不是台湾人，属于我们全体国人，那它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宝，也要呼吁民进党政府不要动不动就把中华文化跟中华民国做切割。进前嘛，国民党的中评委认为朱立伦应该甲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韩朱配为2024超前部署。大家只关心美猪，不会关心韩猪，所以民进党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到底牺牲民众的健康换到什么东西？另外，唔插民进党政府反对国民党已经决定由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带团参加20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我们会坚定的立场，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立场。我想这个立场是不会改变。朱立伦强调讲，国民党希望两岸和平，嘛相信王金平未违反党中的规定。也冇听讲中国政协主席王勇冇可能会出席。王金平甲王勇敢会见面会谈，嘛引起正大的关心。